孫悟空俾如來壓喺五行山下邊，點解如來要餵佢食嗰啲鐵丸同埋飲銅汁呢？《西遊記》原著解密第11集，追開嘅朋友點個讚，我先有動力連載落去噶嘛。原文再續，書接上一回，孫悟空俾如來佛祖壓咗喺五行山下邊，如來佛祖呢就叫啲土地餵佢食鐵丸同埋飲溶化嘅銅汁。點解呢？對於呢點，好多人嘅睇法唔同。有啲人認為呢個係佛祖幫孫悟空修煉，因為之前佢食咗好多嗰啲蟠桃啊、仙丹啊，需要時間去煉化，聽起身就好合理。不過實際上呢，就唔係咁準確，因為所謂嘅食鐵丸飲銅汁，其實係無間地獄一種懲罰手段嚟嘅。鐵丸食咗好難消化，溶化咗嘅銅汁呢更加係熱辣辣嘅，而且每日都要經歷呢啲嘢，你話痛唔痛苦啊？就係因為痛苦啊，所以先叫懲罰啊嘛。如來之前呢係利用咗孫悟空嘅野性進行大鬧天宮計劃，而家咁樣做呢係為咗消除孫悟空嘅野性。如果唔係500年後出翻嚟，按孫悟空嘅性格鬧多次啊，所以孫悟空真係成世都俾如來利用嘅。第二個問題，如來點解會用金木水火土嘅五行山嚟困住孫悟空呢？其實呢度有大學問噶吓，五行大家知啦，咁孫悟空嘅五行係屬咩嘅呢？孫悟空係從石頭入邊蹦出嚟嘅，石頭係屬土，土生金，而且馬騮喺12地支入邊呢係屬於庚金，所以孫悟空嘅五行屬金。喺原著入邊，孫悟空呢多次被作者稱為金公嘅吓。我哋可以睇到孫悟空嘅武器係叫金箍棒，孫悟空頭上面戴住嗰個呢又係金箍，孫悟空對眼呢又叫火眼金睛，全部都係金啊！咁五行入邊邊一行係克金嘅呢？首先，金係生水嘅，係水嘅源頭，水當然冇可能成為壓制孫悟空嘅力量啦。理論上呢，火又係克金嘅，所以紅孩兒嘅3味真火咪可以傷到孫悟空咯。另外，金係克木嘅，喺取經路上啊，鎮元大仙5莊觀嘅人參果樹啊，就係要用金先可以摘到啲果落嚟嘅。人參果係遇金而落啊嘛，亦都係被孫悟空推倒嘅，所以呢，金克木。然後金自己亦都可以克金嘅，不過前提條件係呢個金一定要強過孫悟空本身個金。例如大鬧天宮嗰陣時啊，太上老君最後出手就係用咗一個金剛圈，將孫悟空卜到撲咗喺度啊嘛。咁按照五行嘅理論啊，土生金，咁點解最後制服孫悟空嘅反而係土呢？因為喺五行入邊有反生嘅講法，土能生金，但係金亦都埋喺土入邊噶嘛，所以土多金埋咯。無論係如來定係銀國大王啊，佢哋都可以用山嚟壓住孫悟空。呢度亦都可以進一步解釋點解如來要為孫悟空食鐵丸同埋飲銅汁啦。銅同埋鐵都係金屬，可以提高孫悟空本身嘅金屬性，亦都可以提高孫悟空抵擋土嘅克制力。再嚟解釋點解孫悟空被壓喺山下邊唔可以變細出翻嚟呢？原因就係如來命令阿難貼咗一個六字真言喺上面啊嘛。個六字真言係 Om Mani Padme Hum。呢個 Om Mani Padme Hum究竟係咩嚟嘅呢？點解咁勁嘅呢？嗱，呢個六字真言其實係一個心咒嚟嘅，佢關閉咗6道生死之門啊。Om 即係諸天之門，Ma 即係修羅之門，Ni 即係人間之門，Be 就係畜生之門，Me 係惡鬼之門，Mo 係地獄之門。呢6字心就可以令到6道空虛，孫悟空已經被五行山困住咗啦。咁再加上6門嘅關閉呢，咁孫悟空法力就自然消失晒啦。呢個時候嘅孫悟空呢，就同一個普通人一樣，點可以用法力變細出嚟呢？係咪？所以如來壓住孫悟空嗰陣呢，係輕輕咁壓住噶，壓大力啲就死噶啦吓。嗱，呢個6字封條呢，仲有好多好處噶。第一個就係顯示如來自己嘅法力好高強啦，你天庭冇人制得住孫悟空，但我貼個貼紙就輕鬆封印住佢咯噃，我勁唔勁啊？第二點就係呢個貼紙呢，就相當於對孫悟空貼咗一個所有權嘅證明啊！嗱，呢隻馬騮係我嘅，邊個都唔准喐，其實係保護緊孫悟空噶吓。我估呢一刻啊，玉帝肯定非常之唔爽啦，即刻發咗條信息俾如來。玉帝話：喂，當初計劃好我同你策劃大鬧天宮，大家雙贏，孫悟空呢個工具人要滅口噶，你而家又唔殺佢，擺明玩嘢啫。原來你一開始就已經想扇埋我噶啦，你根本冇諗住殺佢係咪？無論玉帝點嬲都冇用啦，如來只會好禮貌咁覆玉帝一句：阿彌陀佛。其實孫悟空被壓呢500年啊，三界係發生咗好多事件噶，好多令你意想唔到嘅事件啊！我哋喺取經路上面遇到線索呢，就會逐步同大家解密噶啦。
光陰似箭，歲月蹉跎，時間匆匆過咗500年。有學者咧通過對應嘅歷史事件研究就話啦，孫悟空其實咧係被壓咗600幾年嘅。我都話咗啦，《西遊記》嘅作者已經創造咗一個獨立嘅世界，唔可以刻意去對應我哋真實嘅歷史噶。歷史上邊唐太宗在位咧係23年嘅，不過喺《西遊記》入邊佢在位係33年嘅。咁你話仲係唔係真實嘅歷史啊？言歸正傳，《西遊記》主要故事係取經。唐僧點解要取經呢？事實上唔係唐僧自己要取經，係如來夾硬要傳經啫。《西遊記》真正嘅故事就係從大鬧天宮過咗500年之後開始嘅。呢個時候，如來喺靈山召開一個盂蘭盆會啊。如來話自己有個聚寶盆，入邊出現咗一啲奇花獸果啊。如來仲學天庭嗰套方式發人工添啊。如來發俾大家嘅係咩啊？係一啲延長壽命嘅食物。聚寶盆入邊出現一啲延長壽命嘅食物呢，係冇可能嘅。關鍵係呢啲延長壽命嘅食物喺邊度嚟嘅呢？無非兩種可能啦。第一個，有人送俾如來；第二個，如來自己揾嘅。不過目前就未知真實情況，要喺取經路上面逐一去揾答案啊。總之呢個靈山嘅盂蘭盆會呢，實際上就係靈山嘅蟠桃會。天下係冇免費嘅蟠桃食啊！如來開會嘅目的呢，就要宣布一項大計劃。如來話：我睇4大部洲眾生善惡各方不一，東勝神州呢，就驚天禮地心爽氣平，北俱盧洲呢，雖然係中意殺生，不過都係因為養家活口啫，勝絕情流，無多作戰。我西牛賀州就最犀利啦，不貪不殺，養氣潛靈，雖無上真，人人固受。但南贍部洲嗰邊貪淫樂禍，多殺多爭，正所謂口舌兇長，是非惡海。我呢度有三藏真經，可以勸人為善。大家睇下原文，明唔明白如來咩意思啊？我哋翻譯下如來講嘅說話，佢意思就係話東邊嘅人呢幾好，我唔評論；北邊嘅人呢文明程度低，仲有啲戇鳩。我哋西方人梗係最好最叻噶啦，又靚仔又長命。南方中土嗰啲人呢就最衰噶啦。事實證明，論西遊記原著世界，邊個車大炮最厲害？非如來莫屬啊！邊個話出家人唔講大話噶？大家認真睇下如來講嘅嘢，吹水唔抹嘴嘅。南贍部洲中土嗰陣時係大唐，唐太宗李世民在位，貞觀之治，天下太平，八方進貢，四海清晨。我唔係講緊歷史下，呢個係西遊記原著對大唐嗰個時代嘅描述嚟噶吓。大唐有錢喺4大部洲入邊係出晒名噶啦，大家記唔記得唐僧手入邊嗰本通關文牒啊？無論去到周邊邊個國家，一聽到話大唐嚟嘅人，即刻敬畏上帝啊！如來將南贍部洲中土踩到一文不值，你話佢有冇講大話？其實喺西方人眼中，大唐係中華富貴之地，求佛念經嘅目的啊，都係想投胎到大唐咋？喂，咁樣睇嚟，南贍部洲應該唔需要經書噶噃。咁如來點解係都要傳經到南贍部洲呢？主要係有2個目的。第一，可以獲得更多嘅香火供奉啊嘛！大家仲記唔記得最後一回啊？如來話經不可輕傳。記得我以前啲弟子落山啊，曾經將經文喺舍衛國趙長者屋企念誦咗一次啊！我保佢屋企生者安全，亡者超脫，但係只係換得佢3斗3星米粒嘅黃金翻嚟。我話佢哋賣得太賤啦，啲後代會冇錢使噶。所以如來其實係好重視經濟利益噶。咁邊度先有生意前景呢？如來就分析咗啦。我睇東邊先，東勝神州呢個地方呢就好神奇嘅。孫悟空鄉下花果山就位於呢度。花果山係10洲之祖脈，3島之來龍，又係天柱啊嘛。東海呢亦都係自古修仙好地方。蓬萊嗰啲仙島冚唪唥喺晒呢度啦，肯定會有好多競爭對手喺呢度修行嘅。所以如來話呢度幾好，唔評論，係因為佢驚得罪嗰邊啲人啊嘛，更加就唔夠膽輕易涉足東邊啦。跟住又話北俱盧洲，呢度人就唔多嘅，不過民風強悍，戰鬥民族，喺呢度傳經得唔到任何好處啊，極有可能食白果添啊。不過傳俾南贍部洲就唔同啦，南贍部洲中土大唐係4大洲入邊經濟最強最揾得食嘅地方。如果大唐全國上下都信奉我哋佛家，咁佛家咪可以獲得更多嘅香火供奉咯。一諗到呢點，如來就決定一定要打開南贍部洲嘅中土市場啦。其實對於選擇呢度啊，如來早喺500年前就諗好咗噶啦。鎮壓孫悟空嘅五行山位於邊度啊？就位於南贍部洲同埋西牛賀洲嘅交界處，所以五行山又叫兩界山。
嗱，將隻馬騮封印喺大唐邊境呢度有咩好處呢？首先，唐僧一出門可以執到孫悟空，你話幾方便？更加重要嘅目的就係搶地盤啊，擴大佛家嘅勢力啊。其實從唐僧收孫悟空呢個徒弟開始啊，佢哋就正式踏入西牛賀州嘅地盤啦。呢度大家可能會有啲唔明，喂，既然呢度係如來嘅地盤，咁點解需要搶嘅？西牛賀州雖然話係如來嘅地盤，如來對佢自己呢個州呢評價肯定極高啦，其實係講大話嘅。大家諗下，取經一直行緊嘅地方就係西牛賀州，遍地都係妖怪，咁樣叫好啊？加上呢度啲妖魔鬼怪好多都係道家嘅勢力，包括一啲下凡嘅神仙，例如黃袍怪灰目狼啊，都去咗西牛賀州啦。而且靈山內部都有矛盾嘅，例如彌勒佛嘅徒弟黃眉怪咪假扮如來阻礙咗取經路啊，小西天記唔記得？隨住佛家嘅不斷咁壯大，如來得到咗天庭玉帝官方承認嘅萬佛之祖合法身份，跟手就要出手統一成個西牛賀州啦。佢要借助西天取經呢個項目，掃除同埋收復西牛賀州嘅地方勢力。有後台嗰啲妖怪呢，咁咪將佢哋拚走咯。有能力有必要嘅可以收復咪收復咯，冇後台又冇必要收復嗰啲，懟冧佢哋咯。咁咪可以實現自己對西牛賀州嘅全面控制咯。而家你知道點解取經一定要行路啦，唔可以飛噶，因為根本目的就係幫如來穩定呢個地盤啊嘛。OK， 項目已經確定好啦，跟住落嚟就要實施咯。如來喺靈山開會傳達自己嘅會議精神，講出咗呢個取經大項目。而家需要一個有法力嘅人去東土揾一個善男信女亦即係取經人啦。項目完成之後呢，我會俾佢山大嘅福緣，海大嘅善慶，意思即係話升職加薪，甜頭多多。邊個肯做呢？呢個時候觀音主動行出嚟接咗呢個 project， 哇！如來超級開心。如來開心係因為佢本來就係計劃叫觀音去嘅，雖然冇點名啫，但係觀音咁醒目，一早估到啦。如來就係想佢去呢個項目，無論如何都係觀音噶啦。所以自己主動行出嚟好過老細點你名啦。觀音點解主動接任務呢？我之前講過，大鬧天宮之前觀音同埋如來都係屬於五方五老嘅，地位係平等嘅。而家如來上位做咗佛祖，觀音就低咗一級，變咗如來嘅弟子啦。咁觀音係東方中土佛家嘅老大嚟噶嘛，如來係西方嘅老大。咁觀音嘅智商情商都非常之高嘅，雖然而家職位係低咗，不過觀音明白攞住呢個項目以後見機行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加上取經計劃升職加薪有着數嘅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如來都認為觀音係最合適嘅項目經理人選嚟嘅。首先，南贍部洲中土，觀音熟啊嘛，因為佢住嘅普陀山位置就挨住大唐嘅，有主場優勢。第二點，觀音嘅法力確實好高啊，例如佢醫到人參果樹啦，可以收服鯉魚精啦。最重要嘅係觀音嘅情商唔係一般嘅高啊。佢雖然話而家係如來嘅手下，但係佢同太上老君同玉帝關係都好好，外交達人啊。大家繼續睇下，觀音接咗任務之後呢，佢係問如來：弟子而家去東土，你有啲咩吩咐呢？喺呢度大家可以學一學呢啲職場學問啊，唔係話上頭同你布置咗任務，你就即刻撲去做噶，你一定要多問幾句，冇咩壞處嘅。如來果然真係有嘢講。如來話：你過去嘅時候呢，你唔好飛太高，飛太低亦都唔得，你要半雲半霧，目的呢，一定要記清楚路程嘅遠近距離，然後話俾個取經人知。我驚個取經人覺得條路好難行，我而家再俾你5件寶物。大家睇下啦。如來呢段說話入邊有冇話俾觀音知要設計一條點樣嘅路線啊？你可能聽唔出，但係以觀音嘅智商，佢已經聽得出啦。所以有時候領導佈置任務嘅時候呢，一定要識聽背後嘅意思，捉啲關鍵字啊！大家認真諗下，如果你係觀音，聽到老細咁樣吩咐，驚啲取經人覺得嗰條路太難行，我俾你5件寶物你會點樣設計路線呢？可能好多朋友第一反應係，設計條簡單啲嘅取經路線咪得咯。如果你咁諗絕對第一個俾人燉冬菇啊！你諗下啦，如果老細要你設計條簡單嘅路線，佢會唔會話送5件寶物俾你啊？所以如來呢句說話背後嘅真正意思係，唔該你設計一條難行啲嘅路線，唔使驚佢寫喺路上邊嘅，有黑旋風就得啦，係咪？我俾你5件寶貝呢，就係保住佢條命嘅。所以點解唐僧取經路上遇到咁多妖魔鬼怪啦？明白未啊？咁如來俾咗觀音5件寶貝究竟係咩嚟嘅呢？首先係錦蘭袈裟1件，九環石像1支。呢2件寶貝呢係如來專門俾唐僧準備嘅。如來話：着上我嘅袈裟，免入輪迴。你用我之杖，冇人毒害。不過呢2件寶貝取經路上好似冇乜神通顯示到出嚟。唯一作用就係包裝啦，身份標誌啦。你睇我着阿瑪尼噶，
東土大唐聖僧啊。另外仲有3個聲控嘅金箍，分別係金箍、緊箍同埋禁箍。說明書咒語都配埋俾觀音啦。關於呢3個箍呢，如來係咁講嘅：如果路上面遇到一啲神通廣大嘅妖怪啊，你要先勸佢學好，然後呢就叫佢同取經人做徒弟。佢如果唔聽話呢，再用呢啲箍。而且呢幾個箍啊，見肉生根，咒語一念啊，痛到佢即時跪喺度皈依啊。或者簡單粗暴嘅呢個方法幾好。不過事實大家係知嘅，得孫悟空一個徒弟帶咗一個箍啫嘛。另外2個箍呢，觀音就用嚟收服黑熊精，做咗自己嘅守山大神。第2個呢，就收服咗紅孩兒。你話觀音有冇私心，有冇目的啊？嗱，一睇就知啦。好啦，觀音攞住如來呢5件法寶啦，帶住阿徒弟木叉，即係李靖第2個仔啊，出發咯。嗱，老細吩咐好一切之後呢，打工仔有排捱啦。觀音做嘅第一件事呢，就要揾呢啲妖怪啦。去邊度揾呢啲妖怪俾唐僧做徒弟呢？如來叫佢揾3個，觀音有冇貫徹如來嘅指示呢？佢唔單止揾咗3個啊，佢事實係揾咗4個啊。點解嘅？觀音有啲咩私心呢？呢4個徒弟嘅出場順序又係點嘅呢？下回分解。